水。哇！仲暫時 iPhone 就係嚟半條直路左右啦，跟住你見到後邊綠色同黃色嗰兩架2、3車嚟嘅，兩架就非常之近，基本上都係爭2個車位左右。有個碰撞啊頭先，唯一好似就冇乜大嘅影響。好啦，頭車繼續去到翻粒車位置，我哋見到前面紅色車呢一架咧就頭車嚟啦，2、3車仍然咧都係非常之強嘅。2、3車自己喺度慢慢片緊嘅時候，會唔會如人得利頭車帶嚟更加遠啊？嚟緊都差唔多開始2、3車就預備翻粒車，真係有個少少阻擋到啊！變咗架3車就好似帶嚟咗遠好多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繼續影翻頭車先，因為頭先出咗個意外，影響到架3車跌離好遠啊！金轉車就可能車數就多咗少少嘅，就好似咧仲有11架車，可能就混亂少少，因為頭嗰幾位同最尾嗰幾位嗰個單圈時間會爭得多少少啊！睇下大家忍唔忍手啦。暫時我哋而家影緊依架 iPhone 嘅紅色車都係頭車嚟嘅。好啦，其實賽事嚟到尾聲啦，應該剩低最後1分鐘左右嘅啫。其實2車係非常之近頭車嘅，睇下前面嚟緊又有個慢車群會唔會幫到架2車追到上嚟啦？方盤後邊嗰兩架就頭1、2車嚟嘅 ，OK 讓咗，基本係冇影響嘅。好啦，嚟緊最後7秒鐘，睇下會唔會衝多1個圈啦。哦，好 last 衝線圈。
唉，即係我都整咗一嘢啊，算啦，唉。